大家好，我係中山海雅繽紛城嘅阿影。咁啊，2024年咧，海雅嘅成交量咧就成為咗中山嘅 No.1。咁意味着有數百名嘅香港業主會過嚟呢邊生活。咁啊，香港人過嚟中山生活咧，第一要辦理嘅肯定係居住證啦。辦理咗居住證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購買醫保啦、公交卡、汽車。如果係長者業主嘅話咧，仲可以申請免費公交卡。我已經為100多位業主提供咗辦理居住證嘅流程。今日嚟到南頭行政服務中心，今日手把手教大家如何辦理居住證。第一步咧，我哋先提前2日喺微信小程序上面預約。60歲嘅長者咧係唔需要預約嘅，帶齊資料揾工作人員就可以辦理。微信 APP 搜索小程序中山雲預約正街中心南頭鎮，網上預約公安分局居住證業務預約日期。出發之前先準備好港澳身份證、回鄉證、不動產登記證、證件照同埋回執。我哋提前半個鐘去到行政服務中心周邊呢，可以見到有幾間影相館，同店員講你係辦理港人居住證，佢就會幫你操作啦。大概10分鐘就可以攞到證件照同埋港澳居住證嘅回執。咁而家我哋放入資料袋呢，出發去行政服務中心2樓辦理啦。辦完業務之後咧，工作人員會俾一張回執你嘅。咁一般咧係7到15個工作日咧就可以領取啦。進入小程序，正街中心南頭鎮網上預約公安分局居住證領取約日期，記得攜帶業主身份證同埋回執。次都係直接上2樓攞號等待就 OK 啦。以上咧就係辦理居住證嘅流程，咁各位香港業主咧就可以參考嘅。更多港人生活指南會陸續分享，大家有啲咩想法咧可以留言，我係阿影，下次見。